也这平安，只是请咱备办心做伙来敬拜。恁着对上帝吟诗，唱歌学罗伊的名，为着迄个坐车经过旷野的修造大路，伊的名是耶和华，着伫伊的面前快乐。圣诗278首，圣徒自辑驻圣殿，请大家三脚来吟，请起立来吟。
撒高因主甲是咱的祈祷文，做伙出声来祈祷。阮伫天亮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天里。阮的日食要是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或者传阮入地市，着叫阮快通迄个歹人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煞只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使者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水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来岛前来受苦，顶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病，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。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正道的上土，罪的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启应文交托，启应文第14篇，诗篇76篇。咱三九来起，我来起，请大家来应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溃烂，是原来的极的帮助。虽然对大变动，山到海中，海水也应哗哗好，山因为海中摇晃。这声咱都免惊，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，互上帝诚欢喜，就是这个上帝。所在，上帝踮伫遐，声一定袂摇动。伊不跟上帝就款在。列邦哗哗好，列国动摇，地就消灭。万军的统帅上主，甲咱同在。来看上主的所做，看伊伫地上的作为。伊压制经站长枪放火烧战车，伊互战争路线转归和平。拢静落来，就知我是上帝。我伫列邦受尊重，伫全地受尊最大。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，上帝做咱的要塞。咱三到压头来祈祷，慈悲疼痛，阮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的拣选，互阮有即个福分，接着耶稣基督，互阮的罪得到洗清，互阮有机会悔改。得到顶头生的机会，主啊，阮感谢你。阿爸天父，感谢你对阮囝儿即个礼拜的带领甲保守。啊，毋过阮总是将时间排甲满满，工作、读册、考试、摒扫、煮饭，甲亲戚朋友交谊，也是家己去旅行等等。想讲实现家己，也是充实的人生，甲是阮活着的价值，才是生命的目标。啊，定定拢袂记得，你才是阮的主。祈求你，仰望你，祈求你的同在，才是阮行每一项代志的大心应该爱做的。因为每一项事，就算是读经、灵修，若无祈求圣神的同在，凡事拢是空空啊！主啊，求你帮赞，阮会记得掠你做头，时时祈求圣神真正住伫阮的内面。慈悲疼痛的上主，阮也要为着世界上受到战争迫害的所在来祈祷，求你甲遮下着伤、受害、着惊、
忧伤的人民同在，亲身安慰保护因，帮赞因。虽然身边的环境甲人事已经无法度转去到过去，毋过也是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也求你赐予因对你来的平安。主啊，阮也要祈求你帮赞阮台湾，求你帮赞阮的执政者，也是在野党，拢会使放落因的私心，当心为着阮国家的政治甲经济的安稳来讨论甲拍拼。阮迫切来祈求你保守阮台湾的和平甲安定。最后，阮要为着教会中身体欠安、治疗中也是心灵艰苦的兄弟来祈祷，求你的圣神甲因伫地，随时成做因的倚靠甲安慰。即时，阮也要恳求你的帮赞，互阮伫敬拜当中独独注目伫你，用清气的心思意念来听候你要恩阮所讲的话，听候你的光入去阮的心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阮求你听阮求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煞接学老，今仔要邀请大家吼做伙来敬拜甲学老。啊，小等呢，阮会邀请大家徛起来，啊，有当时会举手，啊，大家做伙来唱吼，咱来唱诗，咱用咱的声音来咱的主，表达咱的心声吼。这拢有唱，这拢有唱过吼，咱做伙来唱哦。充满的家，献给耶稣，你最的宝座的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充满的家，君王降临的家，咱现在来唱歌，高举你最后，荣耀归你性命。君王降临的家，热烈全地充满，好撒那归你，至高的主耶稣。请咱大家站起来吼，做伙来唱，请大家站起来。这是耶稣就伫咱的中间，咱要向伊唱出咱对伊的感谢。献给耶稣，你最的宝座的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充满。
了主甲咱的同在。小等也希望大家做伙来唱这条歌，来向咱的主来祈求。主我好大手阮你稳定无作情，因信心心意追求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好顶的较无你，信心较无你的同在，伫我生命。做伙来唱主我好大。主我好大手阮你稳定无作情，因信心心意追求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好顶的较无你，信心较无你的同在，伫我生命。
咱来强讨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米迦书第7章第7节到第8节，我来读，请大家来听吼。第7节，若是我要仰望耶和华，也要听候救我的上帝。我的上帝要听我。第8节，我的对敌啊，莫得因为我来欢喜。我虽然跋倒，要搁起来，我在伫黑暗。耶和华做我的光。讲道，今日的题目是评判人心。咱请杜牧师来讲道。兄弟大家平安。而且先问咱大家一个问题：你若伫一礼拜的中间，不管你是拍球，还是行路行学流汗，才有算哦。你伫厝里摒扫，迄无算哦。你一礼拜有2、3遍以上做运动习惯的兄弟，请举手。大概安尼，无甲10个哦。好，无要紧。来，你若伫一礼拜中间，你有1遍至2遍的，请举手。1遍至2遍，人较济一丝丝啊，嘛是10通的尔。哇，安尼逐个拢甲我共款，无咧运动吗？行路爱行有流汗才有算运动咧，毋是走去7-11买一罐饮料，佫转来，迄无算哦。你食入去啉落去的，佫比你运动出嚟的迄个卡路里较侪哦。不管安怎，你遮讲到乒乓球的原因，是因为咱今仔知影中昼1:30要创啥无？乒乓比赛哦，来有参加的请举手。哦，等下会使佫报名啦吼，1:30来嘛会使现场报名啦吼。其实咧讲就是咧讲，咱的教育组真大心。除了参加比赛以外吼，咱地下室本来咱就知影有加边嘛。明恩长老听讲，伊佫有去买一寡点心，我是毋知伊买啥物点心啦。但是咱若无参加比赛嘛，无要紧，1:30你着带甲坐好，加边甲泡落去，点心泡开。咱来当一边里啊，啉咖啡、食点心、开讲，佫甲遮参加比赛的选手，咱甲加油。我想今仔下晡应该会是一个真美好的下晡才对。顶礼拜日，社区的手机仔班有一位长辈，伊咧讲，较早来上手机仔班，中昼伊要坐客运的去平南，去平南的老街甲洗，洗了，因为咱知影平南老街无长嘛吼。老姐洗了，佮找一间咖啡厅，甲坐落来啉杯咖啡。哦，你看安尼有好无？有好无？较早伫手机仔班，大家做伙学习，有做伙学习的快乐。下晡去甲平仔踅街，家己一个找一个咖啡厅，甲坐落来，安尼嘛有家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了后倒转来厝咧，哦，拄好准备食暗顿。你看安尼一工有好无？有啦吼，袂歹啦吼。但是我毋知影讲，咱在座的兄弟姊妹有遮尔济人会当遮自由自在来安排咱的生活无？第一场礼拜可能参加的人只有拢咧读册，拢咧食头路，安尼甘忙落去的时阵吼，真正大家要自由自在安排咱的生活，足无简单的呢。亲像去年中国有一个音乐的网红。伊甲咱台湾一个真有名的立法委员过去所讲的几句话，甲加，既然有法度安尼甲做成一条歌，我毋知影咱有人有印象，我咧讲是倒一条无？有无？哦，有人咧念嘛吼，但是恁讲了伤细声，我则听无。其中有2句话，我感觉真趣味啦。伊咧讲吼，本来咱会当从从容容、游刃有余，但是现在吼是匆匆忙忙安那。连滚带爬吼，希望咱的日子、咱的生活毋是安尼啦。不过讲实在话，真正有当时啊，咱看咱这真的学生囡仔，其实压力足重的，永远有读袂了的册，考袂了的试。莫讲出社会了会当较轻松，常常看到的嘛是做袂了的工作啊。所以根据咱国家的劳动部，伊公布一个2024年国际劳动的统计报告。你敢知影？伫全世界中间，咱台湾人、台湾劳工工作的时间上多哦，排伫全世界第几名？要看卖一个无？
我们的工时是全世界第几高的、第几多的？第三，咱还阁无遐惨。第几？第五，嘿，安尼对无毋对？等下食啊，咱礼拜煞会记落去楼骹领一粒便当做奖品吼。第5名啦，所以有一个状况，我毋知影咱有安尼感觉无？足济咱的青年人，哦，人讲吼挤破头，嘛爱想办法去台积电工作，甚至我毋知影讲。假有迄款诶青年囝儿孙伫台积电工作诶话，咱做爸母诶，咱做阿公阿嬷会感觉足骄傲诶无？会无？可能只有恁兜有尔吼，剩诶拢无迄款。哦，我过去捌拄过几个爸母囡仔伫台积电食头路吼，拢会一直讲，看起来那像应该以自己的孩子为荣吧。但是咱看哦，同款诶工作条件去到美国。台积电伫美国要招美国人的工程师有顺利无？足无顺利哦，就甚至乎美国工程师更较悬的薪水，对美国工程师来讲，因的感想是我才不干呢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应该咱足清楚嘛吼。台积电一班甲入去上少12至14点钟走袂去嘛。第二，你莫讲12点钟、14点钟了，好不容易真正会当下班啊吼。下班回去了后，你随时电话爱按 call， 就是讲公司甲敲电话找你，你得爱随时倒转去哦。另外，还爱轮大夜班哦。所以美国工程师一听到讲啊，我下班还爱按 call 睡觉啊，还爱轮大夜班，足侪美国工程师就算做互你互伊较悬的薪水，伊嘛无爱做。所以咱的一间台积电这间公司，只好对台湾调真侪咱台湾的工程师过去美国支援。我相信不只是这款的电子厂有这款的状况，伫台湾有真侪头路，除了爱轮大夜班以外，嘛需要白班，需要值班啊。特别是劳动部最近嘛有咧呼吁一项事，一寡公司、一寡企业，你毋通用迄款月休8天来招募。人员，你也用月休8天白班的方式来招募人员，这是违法的哦。哦，所以就是咧讲，这是咱台湾真正是一个工作上，互大家真无用的一个状况之一啦。但是不管安怎，伫现代真紧这款转速真紧的工作甲生活，就亲像乒乓球共款啊。咱若讲吼，咱是拍乒乓的人，还不错哦。拍乒乓的人上无球要安怎拍，方向要安怎去，要用什么款的招数控制伫咱的手中嘛？拍了忝，啊无咱就莫拍。上惊是惊讲咱毋是拍乒乓的人，咱的工作、咱的生活，互咱亲像是迄粒乒乓的球，咱家己停袂落来。咱去互生活的节奏，咱去互需要做的工作，咱去互需要读的册，安尼拍来拍去，永远停袂落来。另外，咱知影拍乒乓的速度足紧的吧？拍来拍去速度足紧的吧？所以过去我捌伫高中的时阵，有一站时间拍乒乓，佫过来足少拍。我的母会是台南丹门巴克纪念教会，我迄阵有可能就是因为人较多，所以阮足少去拍即款一个对一个，也是两个对两个乒乓。我迄阵最爱去拍垒球，最爱去拍排球，啥爱拍垒球，恁知影无？拍甲会着，速度较慢。哦，这除了是原因以外，因为拍会着，速度较慢，查甫查某就会当做伙拍。佫过来，因为人较济，所以垒球，阮一队会当徛到15个、16个，两队就32个。安尼拍落来时阵吼，你会晓拍，袂晓拍，差无偌济，是安怎？袂晓拍球，你甲扣出去，人接着。就算做你足够拍，你球甲拍出去了后，你看到头前密麻麻15、16个人，你的球真正要稳互过嘛无简单。所以不管安怎，大家伫咧拍球，毋是要拍输赢，是因为咱会当做伙运动，查甫查某会当做伙拍球的时阵较趣味。人也超过30几个了后无要紧，因为台南丹门巴克纪念教会离成功大学足近的，所以阮若骑脚踏车就过。人也伤济，啊无佫半挂人去拍排球。排球嘛是共款，
通常一队6个人，阮会当一队甲菜甲9个人，所以你球安怎拍过，拢有人拍会着。所以共款查甫查某会当做伙拍。所以即款速度较慢一丝丝的时阵，年纪轻的、年纪大的，拢会当做伙拍。但是乒乓无共，你看伊拍来拍去，迄速度足紧的，你也袂晓拍吼，会安怎扣甲忝，会安怎会互你拍甲足忝的。毋捌拍过乒乓哦，咱若袂晓拍吼，两个袂晓拍的，咱咧忝是忝伫扣球啦，时间开伫扣球啦。啊，你也会晓拍，拍来拍去，真正迄个速度足紧的。但是就是伫即款速度足紧的生活中间，我毋知影讲，咱有真侪好朋友，真侪亲情，你有发现无？有当时啊，哪来哪久，咱无搁再联络啊。伊无用因下，咱无用咱下，连要联络一遍都真困难。但是就是因为安尼，咱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就哪来哪找数。甚至伫咱教会附近有建国中学，有北一女，我毋知影咱有注意到无？建国中学那像较少听到即款的消息，但是伫最近的即几年的中间，北一女伊有几件学生，不管是因为读册压力伤重，甚至有当时迄高三、高二学生，因若考试结束，可能无满意家己的成绩，直接就跳楼自杀。前几年还佫有人烧火炭来自杀的。所以平平咱会当看到足可笑的，因为北一女的学生咱知影，就算做伊伫北一女内面可能读册排名无遐尼好，但是不管安怎，北一女的学生已经是咱全台湾上界优秀的学生啊。但是遮优秀的学生因为读册，因为压力来选择自杀，真正是可笑啊！所以同款，我嘛是咧想同一个问题，迄个问题就是讲，遮个自杀的学生。遮个15、16、17岁的囡仔，若是伊真正有机会伫咱幼稚园、咱的主日学、伫咱的青少年团契安尼长大起来，有咱遮个大人，有咱遮主日学老师，有青少年团契，即个辅导甲因做陪伴，甚至比如讲，咱有亲像今仔下晡拍乒乓即款的机会，也是像昨幼儿园伫咱的教会嘛有因的亲子运动会等等的活动，有遮个信仰，有遮个活动，有遮个聚会，甚至佫透过咱做伙聚会。做伙咧做礼拜，咱大家唱歌学到上帝的时阵，是毋是会当互因的成长加一寡陪伴，加一寡帮赞？若是安尼，这学生是毋是会当有机会，无需要行到迄款自杀的程度去啊？所以前一阵咱一直咧讲的，就是保罗，使徒保罗深深感受到，就是传福音其实是一个拯救灵魂、拯救人。祝福人的事工啊，所以意思就是讲，不管是咱带人来读幼稚园、上主日学，参加各个不同的团契，还是像今仔日下晡，就算做咱无落场去拍球，咱招人做伙来啉咖啡，食一个茶仔饼伫遐开讲，为着遮拍球的人加油，还是像讲咱5月9号有一个亲子教育讲座，咱也招一寡朋友、同学、同事做伙带人来参加。互因有一道、两道的机会踏入咱的教会，检查会因为讲因来当领受到咱教会对因的交代，咱教会的美好，是毋是因为安尼会当有机会留伫咱教会咧？毋通袂记，这一句邀请是足简单，但是足简单的邀请，其实咱就是咧传福音啊，咱就开始有份参与伫上帝国的事工啊。所以不管安怎，这个社会就是安尼。所以咱会当看到，这个社会对一寡社工的人员、一寡諮商协谈的人员，哪来哪需要？这嘛是因为咱这个社会一款的速度、一款的压力真正大。所以若是咱倒转来看咱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做伙来读一遍。若是我要仰望耶和华，也要听候救我的上帝。我的上帝要听我的对敌啊！无得因为我来欢喜，我虽然绊倒，要搁起来，我坐伫黑暗，耶和华做我的光。后拄仔美心长老有带咱做伙读过一遍圣经，真咱搁做伙读一遍啦。你有发现到咱后拄所读的圣经经文内面有几啊个动词无？敢有注意到？
有过来的动词，但是真要甲咱分享的是其中3个动词：仰望、听候，搁再徛起来。是安那要分享这3种？因为我会感觉就是伫咱的生活、伫咱生命中，咱爱有仰望迄款的希望，永远伫地。有当时啊，咱咧无用的中间，咱爱听候，安静来思考。就算做咱有当时啊拄着一寡无共款的、无好的事的时阵，咱嘛爱有坚强行在的力量。所以即款的状况，其实甲咱的生命息息相关。除非你真正非常非常幸福，幸福甲大大的经文，你读起来哪像无啥感觉。读册的时阵，学费爸母帮咱准备好，生活费爸母帮咱准备好，出社会甚至有可能爸母帮咱找头路。倒去厝的时阵，爸母煮饭甲咱煮好好，衫甲咱洗好好。若是咱真正遮幸福的话，安尼感谢主。同款，有可能咱中间有一寡长辈已经到退休的年纪，有可能退休了后，你无遐尼济工作的压力，你无遐尼济有诶无诶代志，但是我嘛毋知影讲你的生活有快乐无？你的生活，你会感觉讲，亲像大大咧所咧讲的手机啊班。迄个长辈，伊安尼安排家己的生活了后，过了舒适无？也是当咱退休的时阵，真正要享受人生的时阵，咱才忽然发现，哇，脚袂啥行，开始咧食药啊咧。所以不管安那，咱的生活、咱的生命需要仰望上帝啊，咱的希望需要对仰望上帝来啊。所以我毋知影讲，咱若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对士师记甲列王记，咱有发现一项事无？迄项事看起来是哪像足侪项事，但是迄足侪项事就一直咧重复，一直咧重复啥物？以色列人顺利的时阵，就放袂记上帝，离开上帝；拄着恶担当的事的时阵，就搁倒来呼求上帝的帮助。但是上帝帮忙了后咧，生活顺利啊，就搁来离开上帝。就一直伫遐当即款的生活的规律，当即款的状况不断的发生，当咱有一寡无好的事一直咧做，当咱离开上帝的时阵，其实毋免上帝来甲咱处罚啦，毋免上帝来甲咱处罚啦。无好的事、无好的习惯，咱若做久、做多、做了，有可能连亡、无止境即款的苦难，拢会不断来发生啊！我毋知恁捌看过迄款20-30岁人，因为过去食毒食了伤厉害，从此之后一生拢爱挂着尿袋的无？新北市的警察局有做一个统计，讲去年新北市因为食毒毒驾而被没收的车辆，已经比酒驾被没收的车辆搁较侪啊！因为毒驾来没收的车辆比酒驾没收的车辆搁较侪啊！我毋知影你看到即款的新闻、即款的消息的时阵，你有啥物感想无？是食毒着遐侪人咧食，啊感谢主，禁啉酒赛车的人哪来哪少吗？也是讲啉酒赛车的人无少偌济，但是食毒的人口哪来哪侪？进前有伫基督会甲伫查经班分享一个消息，就是为着咱的社会，为着咱的教育来祈祷。因为卫福部所发表的一个新的资料，就是咧讲，这个青少年得梅毒的比率越来越高啊。是安咱这个青少年得梅毒的比率会越来越高？是安怎进毒驾没收的车辆比酒驾的车辆较侪？咱爱思考，咱的社会伫即款的转变的时阵，福音更较重要。因为咱若对读圣经的中间，咱会通了解，咱需要更较侪对上帝的仰望。加注心看你爸上帝的心意。当咱了解天父上帝的心意，咱就知影讲天父上帝伊无需要咱安尼无用，搁再无用，伫遐戆说。天父上帝需要咱的是，咱爱有更较宽的眼光来看咱家己，看别人的生命。
天父上帝伊希望的是，咱会当对即款匆匆忙忙的生活中间，咱嘛会当留一寡时间安静来听候啊。乒乓球的人生，伊的上大的特点就是袂使停，因为球只要停落来，一定就有一方面的人是输去，所以就拍过来，搁拍过去，拍过来，搁拍过去，袂使停。球一停落来，就表示有人输去。所以咱得一直拍，一直工作，一直读册。咱的生活停袂落来啊，所以我毋知影咱有发现无？真只要电话来，咱爱马上接；有来讯息，咱得赶紧回，因为咱的生活日常中间充满着满满的事啊。当咱的生活中间，或者个事太满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这毋是代表咱的生活真充实，毋是代表咱的生活真精彩，是有可能咱的性命已经被我们的生活节奏捆绑住了。所以好的消息是，天父上帝甲咱讲，咱得爱安息，咱得爱听候。所以安息的主理是咱甲天父上帝一个足特别的精心时刻。这个安息的主理是上帝爱咱停落来一个，咱会当甲伊亲近，咱会当伫这个停落来的中间重新得力啊。咱嘛要透过这个安息的主理，咱三甲伫遮咧做礼拜，咱伫遮彼此的问候，咱伫遮彼此的祝福。会当领受着上帝所要赏赐予咱的平安甲喜乐，所以即款的坦态是要爱咱学习，毋通互咱的人生是一直互一寡人、一寡事、一寡物杀咧行。咱会对即款的人生变成讲，互上帝来引带咱往头前来行，不要被推着走，我们要变成让上帝带领我们走。所以伫即款的状况，咱无需要承接遐尼侪压力。咱嘛毋免住咧烦恼东烦恼西，咱爱互咱的生活、咱的性命会当有，不管拄着什物款的事的时阵，当然烦恼是难免，忧愁、忧伤难免。但是，互上帝毋忙伫咱中间的时阵，咱毋免遐尼烦恼、遐尼艰苦心嘛。所以，咱会当看去，伫现代的社会，大家拢无想要输，因为输的感觉足无好诶。甚至足现实的一个状况，就是这个工商业的社会带来真侪无同款的公司，即款的竞争非常剧烈。所以有一句话咧，甲咱讲：商场如战场。嘿，咱大家拢知嘛，是安那商场如战场，因为咱会记一个是第一名，袂去记着第二名是啥。甚至输的公司企业有可能会去互这个社会淘汰去啊。所以咱只好无闲，搁再无闲；进步，搁再进步；紧，搁爱再紧。但是天父上帝爱咱知，就是人生毋是只有跋倒、赢安尼就好。跋倒了后，咱的心中嘛爱有愿望。咱的人生毋是袂使有失败，是失败的时阵，咱爱记起，互上帝正做咱的光啊。所以我虽跌倒，却要起来；我虽在黑暗当中。耶和华要做咱的光啊！去年美国棒球这个大联盟，我毋知影咱有咧看无？伫迄个赛季到上尾的时阵，道奇队好不容易拍入去迄个季后赛，拍入去季后赛非常非常的紧张。第一轮有可能输一两场就爱淘汰，第二轮输3场就爱淘汰，到冠军赛输4场就。game over 倒转去啊！所以这个季后赛非常的重要。但是季后赛非常重要的时阵，咱来看，才有一个叫做 Vesia 一个投手，伊是道奇队牛棚足重要、成绩非常好的一个投手。但是进入了季后赛了后，伊怎无随队出赛，伊甲球队请假。球队无做任何解说，只有讲伊有私人的事，所以无法度来帮忙拍季后赛。但是安尼拍一直拍，道奇队尾啊拍入到冠军赛的时阵，冠军赛对手是多伦多 Blue Jays 这个蓝鸟队。结果蓝鸟队的选手因的帽仔顶竟然绣着一个51号的阿拉伯数字，因为51号就是这个 V6 的背号。所以我想用咱的 sense 来看。咱应该嘛要会着讲，是毋是因兜出现啥物真重大的事件，啊无是安那伊无法度来拍冠军赛，对手的选手，佮大家将迄个帽仔绣即个 Vesia，
这个选手的背后去伫顶面啊。果不其然，伫冠军赛结束了后，斗士队对外来宣布讲，这个马西亚伊无法度来斗拍季后赛甲冠军赛的原因，是因为伊的查某囝忽然过身去啊。我想，咱的亲人过身，这是咱咧面对人生这个功课的时阵，一个足难的功课啊。亲人的过身，特别是一个遐细汉的囡仔过身，对父母来讲是一个人生足难的功课啊。但是后来马西亚伊想通一个事啊，伊讲，有当时啊，咱的人生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，就有大改变。甚至有当时啊，人生的大改变嘛，无需要10分钟。但是这个10分钟的大改变的时阵，咱有法度去应付无？咱有法度去面对无？但是马西亚伊想到就是讲，伊的人生袂使安尼就结束，伊的人生嘛袂使因为伊的查某囡仔安尼，伊就伫黑暗中，因为伊相信伊的囡仔应该毋望伊的爸爸会当有一个足好的成绩，会当有一个足平安、足喜乐、一个好的人生才对啊。所以后来伊决定讲，对今年的比赛开始，伊的手套顶面拢要甲伊的囡仔的名绣在顶面，因为伊毋望家己每一场的比赛，伊拢要努力拍拼来拍，为着纪念伊的查某囝。我虽跌倒在黑暗里，但耶和华做我的光。所以感谢咱的上帝，咱的上帝毋是讲咱袂使拍拼、袂使努力，因为拍拼努力本来迄就是咱应该去做的。只是提醒上帝透过圣经一直咧甲咱提醒，就是讲，就算做咱真正出现真多的挑战甲困难的时阵，伊所应允互咱的是，伊要陪伴咱啊，伊要陪伴咱啊。伊要陪伴咱，互咱有够野的稳定、够野的力量去面对困难、去突破困难。所以上帝无爱咱永无止境的努力，再努力，你啊乌白长西，你啊戆戆西。上帝毋望咱的，上帝毋望咱的是咱的生命会当精彩，咱的生命会当永远有愿望，咱的生命是行往上帝的方向去，咱的人生会当有常常上帝的光伫咱的内面啊。所以天父上帝爱咱珍惜的是，伫基督耶稣的内面，咱甲伊亲密的关系；伫基督耶稣的内面，咱甲咱家己、咱甲咱亲人的关系；伫基督耶稣的内面，咱甲其他的人好好的关系啊。所以，愿咱的人生会当因为咱的信仰真做帮助。咱的信仰嘛，毋是只是礼拜日透早的信仰尔尔，咱会当出去的时阵，活出精彩的人生啊！大家来记得，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用起初美好的创造来祝福阮。然后因为阮人的需要、期待甲贪心所引起无好的事，愿被上帝你的慈悲甲怜悯压扛甲帮助。愿基督各外大能力嘛来帮助阮，愿圣神保守来引带阮。祝福阮有满足的生命，有美好的生活。搁再一遍拜你将阮的感谢，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大家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，535首福音真声得大胆，请起立来吟。
我实地亲像主行，我为世到变那世，好眼睛信是等，团个真海甲真山，好眼睛你伫等，无放弃好好你甲我。会就请这奉献，请吴匡瑞甲徐玉兰技师来书献。奉献诗歌，请咱做伙徛起来，做伙来吟。请坐。报告教会消息，大家做伙来参加礼拜吼，真欢喜。啊，礼拜煞请老婆互相请安交谊，到地下室做伙来享受爱餐。啊，即礼拜是妇女团契来服侍，也感谢主。今日点半吼，咱要举行比赛。随时会使报名，啊，阁会使留落来食面啊加油吼，都欢迎大家做伙来留落吼，大家来同乐一下。第三，去年的奉献证明已经放伫信箱吼，啊，若是无信箱，也是你无办法亲身来的吼，会使敲互甲属函干事讲一下，啊，会使用寄的。第四，研发组甲财务组吼，4月16日，下晡要举办新的网站的操作甲财务的教育训练吼，请本会的各单位吼，就是像敬拜团啊、吼信歌队啊、吼啊，阁有主日学啊，阁有团契的同工吼，甲会长、队长、团长吼，啊，阁校长吼。会计甲辅导，爱来参加。第五，咱幼稚园吼新学期，要开始招生吼，啊，希望大家兄弟会使帮忙来介绍吼。咱兄弟介绍拢是伫也福音的经济吼，请大家做伙来做即件代志。啊，团契消息伫遮提醒哦，即礼拜六，夫妇团契吼7点50集合。8点准时出发，吼，请大家爱准时啊，嘛求主保守咱的旅程吼是顺时甲平安。啊，补充一个报告吼，咱总务组有要1楼查甫的便所要来整修，啊，咱有尽量。互伊莫去影响到大家伤济啦，嘛是爱10外工，所以会影响到就是后礼拜日，
咱查甫的便所爱，就是要整修，请大家就男生吼到4楼去用便所，影响一个礼拜日吼，先大家讲者。其他台岛的事项甲教界的消息，请大家家己来看吼。咱做伙来吟，来行平安礼吼。咱先起立来唱。真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做上帝行子。咱拢真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真做上帝的子民。因为耶稣真做神，因为耶稣是革命，因为耶稣咱有个我的真心，欢喜用诗主我名，欢喜给人听主听，因为耶稣三亚之数量。圣诗400首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。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你信心的安宁。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你信心的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疼痛，亲像长老活水。愿被上帝赐福咱，佮保护咱；愿被上帝予伊的面的光照咱，佮施恩予咱；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咱，想使咱正兄弟姊妹佮咱的亲人有永远的平安。对即时伫个永世大无尽，阿免。阿
请坐。灭岛闭会。